黑客走过杠上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走吗也这个对吧？主吧第6篇。那前面先念诵一下短篇的礼赞文。哈塔哈咪追边吉，沙吉贝莫拉杜提，蓬巴滚雷追塞马，追马鱼拉恰切罗，红吉泽马帕马追马拉恰切罗。那今天开始，今天的第一尊。차체 군의 고락 개와 차이 눈이 라도 개마 이케 주배 ngani 구배 리바 홍대 주망이마 차체 是定例군의呢是片周片所有从 gore 呢是围绕 radu 就是非常 ga 是喜欢欢喜非常的欢喜。那连接下面差呢是敌人，驴是身体，这个呢没有意思的填充音节，拉度是十分，给呢是击碎，那非常用力的击碎，那就是这只杜母呢是放光杜母，那它呢一切众会聚集围绕在它身边是非常欢喜的，那能够击碎一切的敌人。以 K 呢是文字。朱杯呢是十，nga 是咒语，十字鸣奏。这个呢是填充音节，居霸是布局庄严，礼霸呢是明智慧，哄呢是哄字咒语，累是一个拉臀从，举妈呢是拯救，你是自信。那这边指的呢是要把上面的带下来去理解。十字鸣奏呢，在他的身边，布局庄严，能够就是将一切的怨敌击毁，然后使众生都非常的欢喜。那这个呢，是在礼赞咒语能够摧毁愚痴，表达对于杜母事业的礼赞。那十字鸣奏呢，就是dare do dare do re so ha。那这边的 hon 呢，其实指的是另外一个鸣咒 hon nama dare namo hare hare hon hare so ha。那这两个咒呢，能够将所有的外在的魔敌和自心我跟我所执的那个贪着都可以摧毁，就是非在鼎力，就是杜母咒语的礼赞。接下来차체 둘의 쌈니 따베 홍기 남베 사픈 이마 리라 마다라 탕 비체 디든 섬낭 요와 이마 차체顶礼 둘의 呢是快速的 sharp 脚的写萨增足，尼是填充音节，达是吉他，这个北是连接下面 home 呢是咒语字，gi 的 namba 呢是形象 sapun 种子，你是自信。那以这个种子字作为形象，那能够快速的踩踏震撼三界的自信。里 rap 呢是须弥山，这个Madara 比切呢是波雪曼达国，它是一个在经典里面有说到的一个国度。底登松呢指的是三世间，闹复数等等的意思。右瓦就是摇晃摇动，那就是形容无量镇压度母呢能够以种子字的威力，可以布施三界，然后将一切众生就是救度，这样子的礼赞。接下来차체 하이凑以năng贝里塔大真恰那năng马따라 이주 패기 이케 드낭 마루 버니 세마 차체顶礼哈天以呢是形容连接，凑是弧，năng巴就是形象。
下面里塔呢是指鹿，一种兽，就是草食兽，那会形容鹿角的那个鹿。大呢是标志，肩是具有，恰手的斜萨，这个呢是拉臀，就是指这个位置，手在手上。nam呢是持有，就是在手上持有。里塔大就是如同神兽的一个法器。那这个呢是比喻月亮的意思，就是手持月亮，就是将经过月亮的照射，一切烦恼呢都能够驱除。别人下的毒也可以这样子去消除。那这两个在形容，孔雀度母它的一个尊容是如海天象的面相以及身。当然呢是咒语，意呢是这两个咒语，句呢是诵持诵，配就是另外一个种子字，以 k 就是文字。那的呢是读，nam 呢是等等，马律呢是无余，bar 呢是一个位格，ni 填充音节，c 消除。那一切的毒等无余的一切毒都能够消除。就是宋词，就是这个咒 dura 跟 peg 呢能够消除一切的毒。那我们今天就学习了三尊，非常学习大家。